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6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汽車行業。這個年初，咱們很多媒體報道，我們也做過關於汽車行業的節目，說這個汽車行業2020年開年就遭遇一記悶棍。這個話還沒有過去多久，上半年已經結束了。汽車行業到底怎麼樣呢？是一記悶棍還是幾記悶棍？2020年7月5號，中國新聞週刊刊登一篇報道，叫燃油車價格崩盤。這個中國新聞週刊開篇的就說，5萬元買軒逸，9萬元買思域，7.98萬元買速騰，11萬元買雅閣，19萬元買極光。過去一個月，燃油車的價格幅度杀瘋了。這些曾經紅極一時的神車，不約而同地掀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價格风暴。就在2026年5月，國內乘用車同樣已經來了一個史無前例的節點。當月國內乘用车零售量前10榜單中无一燃油車型。根據乘聯分會發布的數據，5月新能源汽車零售滲透率達到了62.9%的歷史高位，接近63%。受油價等多重因素冲擊，5月燃油車零售量出现斷崖式下滑，單月銷量僅為56萬輛，同比下降39%。其中，中國品牌燃油車同比下滑39%，主流合資品牌燃油車同比下滑41%，豪華品牌燃油車同比下滑31%。我想問一問，什麼行業能經得起這麼下滑？同比下滑41%，相當於腰斬，那這個行業還能活下去嗎？在5月的燃油車銷量榜單中，排名第一的吉利博越 L 單月銷量為 1.34 萬輛，燃油車賣的最好的吉利博越也只有 1.34 萬輛。曾經霸榜多年的日產軒逸以 1.29 萬輛的銷量位列第3。這款曾經以超過 6.5 萬輛月銷量創下單月銷量天花板的經典車型，在電動化大潮中依然在苦苦支撐。多款燃油車大幅降價的原因由此可見一斑。近年來經歷了數輪價格戰後，燃油車的價格體系是否已經徹底崩盤？這個是中國新聞週刊7月5號的一個報道。所以我們今天聊一聊汽車行業重蹈房企覆轍，2026中國汽車史詩級大洗牌，5萬買軒逸也救不了產能過剩，資本退場，內捲反噬，260萬輛庫存背後的終局。過去幾年裡，如果說中國有什麼行業天天在搞宏大敘事，天天在吹遙遙領先國貨之光，那絕對是汽車行業，尤其是新能源汽車，這個大家都有所領教。手機行業都不算是了，不叫事，汽車領先才叫領先，因為汽車還有自動駕駛。在各種發布會上，汽車公司的老總們動不動就是100萬以內無對手，重新定義汽車，這些虎狼之詞那簡直是層出不窮。但是泡沫吹得有多大，被針扎破的時候就有多疼。聽上去是不是很提氣？先別急着高潮，咱們再來看一組冰冷的數据，就是5月份的常規燃油車零售量斷崖式下滑，39%、41%、39%。更可怕的是什麼呢？這種自殘式的降價並沒有換來量的回升，也就是在前10名裡面，你基本上看不到油車，你這麼降價你都賣不动，已經完全体現了以价换量失能。以前只要降價就一定能撬动銷量，而2020年殘酷現實是，你把大腿根部的肉都割下來了，消費者看都不带看一眼。所以今天我們不聊汽車行業的先進遙遙領先，我們只看汽車行業的內卷，它的真相。數據告訴我們，今天中國的汽車行業正在像素級的複製當年中國房地產行業的崩盤軌跡。內需不振導致產能過剩，資本市場的估值崩潰，海外貿易壁壘的合圍，都在預示一場行業大洗牌已經悄然來臨。首先說一說降價降到骨折，為什麼消費者還是不買單？
所以咱們還是要從新聞週刊報道的這個價格戰聊起。現在網上到處都是段子，說以後再不努力，以後只能開 BBA 了。如果你再努力一点，你就能開上國產豪車。5月份，豪華燃油車的終端綜合促銷力度已飆升到了 25%。像寶馬 X2 這種以往價格硬氣的車型，直接自砍超過20%。長安逸動經典版限時售價達到了 6.49 萬元。凱迪拉克 CT5 起售價直接被按在了 19.99 萬元，這已經不是在打價格戰，這叫價格體系的徹底紊亂和重構。就是中國貿促會汽車峰會會長王霞在2020年中国汽车重慶論壇上公布的数据，2020年1到5月，全国乘用車零售710万辆，同比急剧下降近20%。一季度整個汽車行業利潤率已經跌到了慘不忍睹的 3.2%， 明顯低於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 4.9% 的平均水平。這叫什麼呢？這就是銷量、營收、利潤三重歷史罕見回落。廠商在自殘，也就是降價呀。底層的經銷商則在替這些瘋狂的產能充當炮灰啊。中國汽車流通協會報告揭示了中国汽車經銷商渠道的慘烈狀況。早在2025年，全中國就有 81.9% 的經銷商存在售價低於進價的價格倒掛現象，也就是說，每賣一輛車 4S 店就要白白虧一筆錢。盈利的傳統燃油車經銷商目前只剩下1/4，接近60%在虧損，越賣越虧，不賣又拿不到厂商的年終返利，直接斷絕資金鏈。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惡性循環。結果是什麼呢？2025年1年，全國近5000家 4S 店直接倒閉退网。2020年僅僅一季度又退了1200多家。也就是說，汽车 4S 店經銷商的寒冬不仅來了，而且比其他的行業更加冷。5000家倒閉退网，今年一季度又1200多家关門。你說哪個行業經得住這麼整的？1200多家就一個季度，那你說这背後是多少人失業，多少錢打了水漂，多少人的賬面資產清零，只剩下負債。今天你走在大街上，看看那些曾經風光無兩的汽車城，有多少 4S 店已經鐵將軍罷門，人去樓空。到2020年5月，全國有大約260萬輛現車死死地積壓在門店和倉庫裡，倒騰不出去。汽車經銷商綜合庫存係數高達 1.63， 遠超 1.5 的深層警戒線。這個就是說，你的經銷商庫存的車和你銷量比例安全線是 1.5， 就是你一個月如果賣1萬輛車的話，你庫存 1.5 萬輛，這是可以的，不能超過這個。但是現在早就超過了，現在是 1.63。實際上汽車跟手機不一樣，跟其他的任何產品都不太一樣，因為汽車這玩意你沒有地方存放，你也不能把它堆起來，所以你260萬車，你得多大的停車場，你就占多少地方。手機你找個房間，找個庫房，堆個幾萬部，不顯山不漏水。汽車往哪兒放？所以說它這都是個問題。那麼多汽車，如果你賣不掉，那就是廢鐵，不僅是廢鐵，你還找地方放，倉儲費用一個月比一個多，這就帶來了一個巨大的終極對問：既然價格都降到地板上了，為什麼中國老百姓就是不買車了？實際上答案非常簡單，就是內需不振，購買力枯竭。汽車是僅次于房產的家庭第2大消費品。現在的經濟大環境怎麼樣？大家冷暖自知，中年失業降薪，青年失業率也不低，很多青年都去幹自己擅長、特長、愛好的事情，比如送外賣，比如開網約車，比如當保安。鐵人三項，這都是喜歡幹的事，這都是愛好。這是《環球時報》說的。35歲被裁員的陰影籠罩在每個寫字樓和工廠的上方。35歲的碼農是吧？只要一失業就成廢人，想不躺平都不行。當老百姓連卡裡的按揭貸款都按時還不上，連明天的飯碗能不能保住都不知道的時候，汽車廠商談什麼智能化、油電同治，
激光雷達，那不是对牛彈琴嗎？消費者不傻，他們開始選擇捂緊錢包，勒緊褲腰帶，買車預算能砍就砍，能開舊車就絕不換新車。這就導致了中國汽車市場最殘酷的真相：你技術迭代再快，價格降得再狠，也無法憑空變出有錢的消費者。那有人就說了，燃油車暴跌，那不正好給那個新能源汽車讓路嗎？其實錯了。中國新聞週刊說儘管燃油車的價格一降再降，消費者的熱情依然沒有被撬動。燃油車的退場沒有此前新勢力品牌剛剛進場時所宣揚的那麼快，但也沒有傳統品牌預想中那麼慢。5月，國內乘用車銷量排行前10車型中，燃油車已經絕跡。即便將榜單放寬至前20，燃油車也僅剩4款。此前，行業流傳的沒有賣不出去的車，只有不到位的價格，只要降價就一定能撬動銷量的市場邏輯，在2020年似乎徹底失效了。去年出現的燃油車量價反彈，6到8月甚至連續3月正增長，如今回頭去看，更像是一場短暫的回光返照。到了9月，即再次迅速回落。这个是中国新聞週刊說的，價格戰的邊際效應正在加速衰減。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汽車行業分會會長王霞在2020年論壇上給了數據：2020年1到5月，全國乘用車零售710萬輛，同比下降近2成。一季度汽車行業利潤只有 3.2%， 同期汽車製造業營收 2.41 萬億元，同比微降。中國汽車行業出現了歷史罕見的銷量、營收、利潤3重回落。這個還沒有結束，這是1到5月份的，正好7月3號乘聯分會公布了6月份這個汽車銷量，這就更慘了。根據乘聯分會消息初步統計，6月1到30號全國乘用車市場零售165萬輛，同比去年同期下降 21%。今年6月比去年6月這個乘用車不管是燃油的還是電車，銷量下降 21%， 較上月同期增長 9%。 那麼今年上半年1到6月份呢，累計零售875萬輛，同比去年上半年下降 20%。 6月1號到30號全國乘用車廠商批發238萬輛，同比去年同期下降 4%， 較上月同期增長 7%。今年以來累計批發1256萬輛，同比下降 5%。 無論是零售還是批發都在下降，這個零售下降更厲害。今年上半年結束了，比去年上半年汽車行業不管是油車還是電車加到一起下降 21%。 剛才說了，什麼行業經得起這麼下降？你這麼下降，產能不變，生產那麼多車，你銷量降了，那還多少車賣不掉？庫存就在增加，那庫存不能變成錢，那怎麼辦呢？廠商是不是現金流就要斷了，資金鏈就要斷，所以他只能去降價賣。不管是油車還是電車，你只要降價，必然會影響別人，因為你都降價了，別人不降價，別人賣不掉，所以大家都降價，都捲，這就是內捲加劇。越降價越不賺錢，囚徒困境，越不賺錢，他越要加大生產，越要投入。看到汽車行業今天的這種競爭現狀，如果稍微有點商業常識，腦子裡一定會浮現另外一個行業的縮影，就是中國房地產。仔細對比一下這兩者的發展軌跡和內爆邏輯，簡直是像素級的複製。早在去年，長城汽車的老總魏建軍他就已經說了，汽車行業的恆大已經出現了。他並沒有點名，他只是說這個汽車行業現在壓力很大，已經有恆大這樣的企業出現，紛紛有企業跳出來反駁駁斥。實際上他沒有點名，那就有企業他就對號入座了，因為他心裡有鬼。汽車主機廠商好幾十家是吧，甚至上百家。魏建軍說汽車行業的恆大出現了，突然有幾家跑出來說我們不是，你造謠，說明大家心知肚明，都慌。第一個相像的地方都是借着政策的東風，咱們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車，發展新能源汽車，所以說還有補貼，所以新能源汽車就趁着這個東風像極了房地產。房地產搞棚戶區改造，銀根放開，可以按揭
20%首付，15%首付，開發商可以貸款去拿地融資，所以說感覺每個人都是巴菲特。你看汽車行業跟房地產是不是一樣？前幾年補貼政策一出，新能源大風口一吹，連做 PPT 的、造電視機的，甚至啥也沒有的造掃地機的都去造汽車來了，全部跨界，連造房地產的，對吧？恆大、寶能，多少房企都去造汽車去了，恰恰說明這個房地產和汽車、新能源汽車它是異曲同工，要不然他怎麼能蓋房子的覺得自己能造新能源汽車呢？就是逻輯。生產手機的也去造新能源汽車，資本市场瘋狂給估值，市盈率動不動就幾十倍、上百倍，仿佛每個車企未來都能幹掉豐田和大眾。但許老板在股東大會上豪言壯語，買，一擲千金，400億砸到這個新能源汽車裡面，你就知道這個行業是多麼的瘋狂。第二個跟房企一樣的，就是開始高槓桿、盲目主債、瘋狂擴張，造成天量產能過剩。開發商是高周轉，瘋狂拿地蓋樓，車企則是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之下瘋狂建基地、鋪產線。你建一個10萬輛的基地，我就建一個50萬輛的廠房。大家都以為中國的汽車市場能無限容納這些產能，卻完全忽略了14億人的真實消費基本盤到底在哪裡。那第三個方面就是供需逆轉，價格崩盤，以價換量失敗。當房子蓋得足夠全中國所有人住幾輩子的時候，房價開始雪崩，買房人開始買漲不買跌，全面觀望，這個大家都能看到。而今天汽車行業也遭遇一模一樣，年產量動不動就是幾千萬輛，然而國內市场根本消化不了，5萬的轩逸，19萬的極光，本質上就是汽車行業買房送車位，總價值直接打折。但是結果是一樣的，一旦價格體系紊亂，消費者反而不敢買了，大家都怕今天買了，明天車企就倒閉了，或者後天又降2萬，變成了韭菜。這種瘋狂內卷的直接後果已經原本的反映在了資本市場上，估值崩潰，股價長期阴跌。小米自從到了它的高峰以后，但是股价是不是一直在跌，跌到20了啊，快了。虽然雷军小米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增持等等，但是依然没能阻止它股价的下滑。那连小米都这样，连其他的比如说什么赛力斯是吧，还有本田油车，那些油车已经跌到10年前了，股价跌到10年前，油车整个的股價走勢就跟房地產、萬科什麼房企的走勢一模一樣。這就是資本市場拿腳投票，不看好了，因為產能過剩、內卷加劇，這個豐厚的利潤一去不復返。你生產線投資下去了，能收回成本都很難。所以說，資本市場是最敏感的啊，先跑為敬。小米我記得漲到最高60多吧港幣，市值也很高，而且最高的那一天有半個小時，雷軍個人身價，對吧？成為中國首富，但是僅堅持了半個小時。現在身價縮水2/3，那這個結束了嗎？並沒有。所以說雷軍很着急啊，雷軍過早，對吧？雷軍是吃麵，雷軍模仿完喬布斯，模仿黃仁勳了，誰火模仿誰，這個恰恰說明他們的焦慮。為什麼資本市場不信遙遙領先的故事呢？因為資本它不瞎，只有韭菜盤盤們沒有分辨能力。這些資本都很賊，前幾年資本看的是你的市銷率，看的是你的故事，看的是你的訂單，因為那個時候還沒飽和你的車機生態。但到了2025年、2026年，資本市場已經看到了天花板，它要的是現金流、淨利潤和毛利率，但是這些根本達不到。當一季度整個汽車行業利潤率跌到3.2%的時候，這就意味着絕大多數車企實際上是在賠本賺吆喝，它沒有什麼利潤。他們每賣一輛電動車，就是在消耗之前融來的血汗錢。這哪裡是資產？這分明是背在身上的巨額負債。資本開始瘋狂逃離，估值大泡沫徹底幻滅，只剩下一群在山頂站崗的散戶和苦苦掙扎，甚至隨時可能爆雷的恆大式車企。那有人就說了，雖然內需不行，
那我們新能源汽车外銷還是很不錯的，這個確實我們的外銷去年和今年是節節攀升，新能源汽車這可以賣到國外去賺美元和歐元，賺外匯，這不是好事嗎？但是汽車在國外賣得好，這是好事，但是我們也會遭遇這種叫貿易壁壘，也就是你很難可持續發展。中國汽車出口世界第一，正在攻占全球，然而今天不得不潑一盆刺骨的涼水。單純依賴國內製造整車出口的粗放型出海紅利期，在2020年已經基本見底。出口這條路接下來將面臨極其殘酷的貿易壁壘和地緣政治的全面摩擦。實際上，在國內生產，把它用船装到国外去賣，這種搞法未來會越來越難。那只有你在当地跟人谈，在当地办企業办厂，比如你在印度，比如你在德國，比如你在非洲，比如你在南美洲，你要办自己的厂，在那兒生產比亞迪或者生產小米，在当地生產当地賣，你只能這種方式，否則的話你就會遇到貿易壁壘。為什麼呢？你想想，以德國為例，德國大眾裁員10萬，德國的現在汽車工人都在遊行，他們飯碗丟了，他們的獎金沒了，去年的奖金現在都不发。德国的奔驰、寶馬，你說現在銷量大幅下滑，都是一樣的。那在這德國的整個的汽車行業，歐洲整個汽車行業都在萎縮的時候，你的新能源汽車在那兒賣的呼呼的量，一天比一天多，搶占他們的燃油車的份額，那你說這個能長久嗎？大家想象就明白了，對不对？所以說地緣政治的鐵拳遲早要砸下來。美國的鐵幕，美國直接把築起高額關稅甚至排他性法案，將中國生產的電動車死死擋在北美市場之外，這個大家都看到了。而歐盟呢，現在正在談判歐盟的反補貼，歐盟落地了對中國電動汽車懲罰性反補貼稅，直接削平中國車企的價格優勢。當你的出口量達到一定規模，引發當地傳統利益集團痛感的時候，歐美政府修改關稅條款打補丁的速度絕對比你研發新車的速度還要快，也就是各國都要豎起籬笆，豎起圍牆了。最主要的是真正的國際化汽車巨頭從來不是靠在家裡生產然後運到外面去賣的，靠这個來維持量，也就是你在國內生產只能在國內銷售，少量的出口，然後在國外去辦廠，這種路子。當年的豐田、大眾全是在全球各大主要市場進行本地化投資建廠，雇用當地的員工，融入當地利益共同體，他賺他該賺的錢，產線、產業工人這些都留給當地，這個叫合作共贏。現在的中國車企正在被迫進入出海 2.0 階段，也就是砸下真金白銀去匈牙利、波蘭、泰國、巴西，甚至去中東去本地化建厂。但是本地化建厂，那這個路也不是那麼好走。首先，你失去國內完備的廉價且任勞任怨的供應鏈紅利，海外的土地、能源、原材料成本遠高於國內，工人工資待遇，連我們的工人到了巴西，巴西人都認為這叫奴役。那你想想吧，你要請當地的人是吧？這個成本都會上去，你的競爭優勢還有沒有？其次，海外沒有大把接受996兩班倒的牛馬和人礦。那你在匈牙利，那也是歐盟；你在波蘭，你建廠，那你就得面對他們強大的工會，他們嚴苛的勞動法。你要敢讓海外工人搞加班、搞福報，工會隔天就能讓你的超級工廠徹底癱瘓。連馬斯克在德國搞了一個工廠都整得沒脾氣了。特斯拉在德國有個工廠，特斯拉能翻身主要是在上海這個超級工廠，因為馬斯克自己都說了，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好的工人。地緣政治風險極其不穩定，但你在某國砸了幾十億建好工廠，一旦地緣政治擦槍走火，工廠隨時面臨被審查、被沒收或者被邊緣化的風險。你比如說你在印度建廠，這個就顯得好像是風險比較大呀。印度的法律你整不明白，很多歐美企業是吧，在印度那都是夾着尾巴走了，交完學費。目前全國大約有260萬現車積壓在門店，就是 4S 店。你什麼叫現車？你交錢當天就把車開走
260萬輛車要變成錢呢，容易嗎？如果變不成錢，那背後的經銷商、主機廠商壓力多大呀？面對燃油車市場當前的困境，傳統車企仍在全力補救。目前最典型的2根救命稻草，當屬油電同質與 HEV 混動。為此，大眾、寶馬、奔馳、奧迪等一眾合資豪華品牌近年來積極開啟更加全面的本土化合作，試圖通過與本土科技企業合作，在智能化層面補齊短板，挽回流失的消費者。同時，中國品牌則紛紛走上另一條路，將插電混動車型盡可能多的覆蓋到各細分市場。但是壞消息是，咱們的這個應該叫車船稅，以前的優惠，对吧？现在对这些插電混動的沒有了。以前插電混動是不用交車船稅，現在你也得交，一年大概幾百塊，700、800的優惠沒了。所以到最後，我們可以說非常清晰的看到，咱們的汽車行業可能面臨着一場大洗牌。實際上在前年，很多主機廠商，比如比亞迪還有吉利還有長城，老板都出來說，現在汽車行業的競爭是早就進入淘汰賽，已經不是小組那種積分赛了。我們先打一打，打完這個看誰分高。現在是淘汰赛，直接就淘汰下去。就是未来的李斌说，整個的汽車行業恐怕要下降20%以上，大家做好心理準備。也就是這些車企的老板、企業家，他們是不知道，都知道，他們應該叫春江水暖鴨先知，他早就感受到了。所以下半年整個汽車行業大洗牌是應該來臨了，看誰先動手，要什麼減員增效、優化。最慘的、最先死掉的，恰恰是那些在過去幾年裡跟風成立、沒有核心技術、純靠資本堆砌和政策補貼活着的國產新能源雜牌車企，這些恐怕是先倒下，沒有品牌優勢，沒有技術優勢，更沒有所謂的護城河。你看那個追覓居然都要造車，現在不造了，造不造我也不知道，好像是不造了。但資本退場，國內消費者因為購買力不足而拒絕買單，海外又要築起高牆的時候，這些車企將迎來屬於他們的雷曼時刻。就像當年的房地產行業，當大家發現恆大、碧桂園也會暴雷、也會爛尾的時候，買房人的信仰徹底坍塌。汽車行業的大洗牌也會以幾家知名車企驟然倒閉、破產、售後變天、車機服務器停擺為標誌，讓無數消費者淪為真正的孤兒車主。這是一場機會主義、盲目擴張和漠視底層真實民生購買力所招致的經濟迴旋鏢。但很多車企把自身綁定在宏大敘事、大國自信上，他們以為只要把產線鋪得足夠大，只要在網絡上僱用五毛水軍戰狼，把外國車黑成工業垃圾，自己就能穩坐世界第一，就能真的sinh產式遙遙領先。但他們完全忘記了，任何現代工業的現代化，其最終歸宿和唯一的支撐點是國內老百姓的兜裡的購買力，是整個社會對法治契約、勞動者權益的尊重，是對現代文明基本規則的敬畏。不能一方面讓基層的普通老百姓拿着低廉的薪水，面對着隨時失業的焦慮，連最基本的底層民生、醫療和養老都缺乏安全感，而另一方面又指望這群連消費信心都喪失殆盡的底層牛馬去撐起一年幾千萬輛遙遙領先的龐大的汽車市場，這在邏輯上根本不成立。又想馬兒跑，又想馬兒不吃草，想馬兒支持的行業太多了，馬兒累了。買車其實不難，你買個10萬的新能源汽車，咬咬牙不難。現在我相信越來越多的人能買得起，但是用車成本越來越高。你看車船稅加了，未來你充電、你停車，對吧？罰款、年檢、保險、磕磕碰碰都是費用。所以你咬咬牙跺跺腳，勒緊褲腰帶買輛車其實不難，但是你要真的用車，那成本就呼呼上來了。越來越多的人買了車之後放在那兒不開，在這種背景下，那更多的人他就不願意買車了。買車幹什麼？所以說很多有錢他也不買了。在20年前，車是身份的標誌，
你有車說明你混得好，你开了个車，你出去跟人谈事，人家会给你面子。那车就相当于是一个工具，不是代步工具，是你賺錢的一個工具。你開着奔馳，開着奧迪去跟人談事，你的信譽就高，你更容易把這單子談成，那你就會去買這個車。它是個工具啊，你不能簡單的把它當做一個消耗消費。但是現在這車消費就是消費，你開個車去跟人談事，反正現在上半年已經出了將近小1000款車，那是你說誰能認識？你就認識奔馳，那奔馳你要說奔馳，人家笑話，因為奔馳才30來萬，也根本就不算豪車了。反而某些國產品牌動不動80萬，能原地掉頭的，對吧？這些車你不認識，而且現在很多國產新能源汽車又寬又大，那從外面看呢，覺得就是豪車。保時捷只賣20萬了，現在，那你說說，所以說現在的消費觀念不一樣了。你現在的車就是車消費，就是你的累贅，弄得不好要罰款，完了還要年檢保養，都是要往上放錢。在家裡停車要交停車費，開到公司還要交停車費，晚上出去吃個飯，喝了酒不能開，還得交代駕。所以說用車費用越來越高，導致大家已經理性務實了。它真的僅僅是個消費，它不是身份的象徵，它也不能幫你帶來什麼。你跟客戶談判，你開個什麼車去，客戶也不在乎。所以說大家就對車祛魅了。所以現在是極致理性，不要埋怨消費者不買車，買了也用不起。有很多人買了車放那，他是被迫一個月開個2回，為什麼？因為你不開沒電，電瓶就虧電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車不就變成個累贅嗎？所以買車的必要性也越來越，用車的場景也越來越少。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